我覺得人生咧好多嘢好奇妙，經過呢10年嚇，有邊個估得到自己可以過到10年咧？同埋過咗10年會變成點樣樣咧？冇人知嘅。就等於我睇電視一個廣告，你點會諗到佢會咁樣發生？因為電視廣告你有冇睇過？一個鬼妹喺度沖涼，咁啊沐浴露哇，好正啊！鬼妹好 sexy， 好靚樣，係咪？一路沖一路沖，係咁沖。好啦，當佢沖完咯噃，佢行出沖涼房，佢變咗做豬咪咪。我有嗰堆沐浴露喺度，有冇人有興趣？即係邊個會買隻咁樣嘅沐浴露咧 ？I want to be Jimmy Man。嗱，角度問題啦，各位，我哋憑咩覺得朱咪咪唔及個鬼妹？無論喺事業，無論喺才華。甚至家庭，可能朱咪咪都比佢優勝，我哋唔知㗎。人生係好奇妙㗎，乜嘢都係角度。